来看到艺人费玉清昨暗7点半，伫咧台北小巨蛋办小白的演唱会，这是为今年1月起办小白巡回演唱会以来上尾一场，嘛代表讲这场散场了后，伊要含47档歌手的新婚纱时，互歌迷艰苦作歌，劳心苦战，大家都真唔甘。 一开场就炸来经典的好歌，台卡的歌迷是听甲真迷醉。小兄费玉清对1月开始举办个别巡回演唱会，最后的最后来到台北小巨蛋。这场结束了后，伊就真正要将麦克来放落，个别歌手的新婚。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，今天是我在歌坛的生涯当中最后的一场演唱会了啊！哇，谢谢你，谢谢。 我也是一般人，总是会情绪起伏，百感交集。身为一个歌者呢，就是在寻觅他的知音。各位朋友，你们就是我的知音啊！谢谢大家。一直讲歌迷就是知己，小兄讲真正要离开啊，互伊的心情是真复杂。费玉清伫咧演艺界47年，会当唱，阁会当主持，除了捌摕到最佳男歌星奖。 最佳演唱专辑，阁捌3摆得到金钟奖最佳节目主持人。去年9月，小兄宣布要来告别歌坛，互外界是感觉真可笑。经过400多天的时间，伊真正要来告别。又是高朋满座，再次的感谢大家对我多年来的厚爱各位朋友，让你们破费了，再次的谢谢大家。 感动的时间嘛，袂记得爱来滚耍笑，互现场是笑声不断。小兄连续用3个鞠躬，深深向歌迷来说多谢。伊要把握最后一摆表演的机会，互伊优美的歌声继续留伫咧歌迷的心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